各位听者，哇，介顺利一道。各在欢迎拢到底来收听变来福建的鬼的故事，特别我可以开小鬼。一个礼拜我人要讲的鬼的故事，就是有鬼的故事。我在问球，大鼻康问球。介紹我哋嘅特別嘉賓，即係話我特別嘉賓是到底你叫咩？Google Meet，Google Meet，Google Meet 嘅會嘅，就是我嘅頂到人講7月15時嚟聽伊講嘅不大皮康，大皮康歡迎。thank you，hello， 大家好。大皮康被講幾個事，我忙走啊！了，個有換的士，歡迎。佢識嘅了。佢就佢嘢，但我 mute 就係彈就大聲數。你係個有道哥，歡迎。大家好，咪個激話啦，咪個激話啦，了，叮當嘅嗬，嚇？你換的士嘅教練，滴叮當叮當嘅你講，係咪一舊？唔是舊，唔是你換的士，係你是八條。八條嘅教練叮當叮當。了，個阿涵，歡迎。嗨，大家好。有，Oh my God！我 BlackBerry 嘅電呢？有，高南晒歡迎。7月半到了。貴咯，當今已經變貴啊！你貴啊？我講是貴㗎嘛？當今變貴啊！唔夠有 ，sorry， 我係做咩㗎？哦，嘟嘟 Hello，大家好。個有8條，就估啊，到底第幾位接受嘅教員？ The original one and only 八條。係8條。Hello，歡迎講估冇嚟啊！你條咩標嚇？有啊，有硬硬啊。條硬硬標嚇。有 contagious 是呢 variant，有個有 clubhouse 差8減點嗰條，都有伊行走者，個有茶米粉。Hello，大家看你邊有鬼無？有唔通了個有機子。Hello，個有阿龍，好聽。Hello，鬼驚我。個阿龍歡迎。你冇聲，都一聲響呢。提供大家。我都聽唔到聲咩？都幾時愛做一塊下？冇聽到喎，冇聽到，安怎冇聽到你做聲？阿玲歡，你是咬出嘅聲，你是咬出嘅聲，你聽唔到？個阿蕉掉。Oh my god！ distracted 我係 BlackBerry 嘅電嘅好隻。OK，一個魔鎖咧 BlackBerry 啊，本來福建電杯位，本來福建電杯位真好用。我未記喎，這個本來福建電杯位真好用，煮飯個香個生，佢使入嚟做那是剛剛，食起來個味板當。
OK，我買一隻 very 我甲我翁講，我一人食個了賺回一dinner 時，我當然個食個了，我今日我佢見佢買嘛，你無咧紅食咩？伊無一隻根本誒無食，我只破嘅就我只唔驚，我係只吼，只咯，所以我只 berry 桂枝啊，咩我係只到東西，我只餅我只，你即係 normally 人只一粒嘅餅 after dinner 係就夠啊嘛，我係只只三粒呀。正常啊，我若是我問若是有做果子啦嚇，咱我伊若是有做啦，所以我就食咯，食邊做啊？做啥物？哦，check 了。切。OK，來講幾個數。喂，幾個數？哇！等陣我只一粒。阿 John，你 recording 啊無？哦 shit，有，好嘅晒。誒，我 YouTube 有係有。YouTube 有 live 喎。有。啊，live 即係 live 學風嗰隻，我 live 嘅，成功啊！actually 就 quite smooth 就做起來。然後當到啲夾拍上個 still 聽到淡薄 echo 下。你會成要插亂就攞嚟打鼾咯。我冇感覺講啦。哦，冇感覺。OK。我差點講。OK，so that means OK 啦，我很做啊。OK，感謝。然後我哋少點聲嚟講，我哋做sound check咯，冇點聲是講而家錄音點聲嚟做sound check咯，頭40個分鐘，但係阿龍好就你冇嚟㗎咋？嚇sound check。我 actually 我就當時接嚟，就我接嚟接我就走出去。我都知講我哋sound check 掉個。接OK 嚟。對，我知。OK。because 就是話，我介紹兩個我嘅規定嘅白白去拍嘅朋友聽嘛。拍邊嘅朋友是最。冇規定白白 after 咧 event 咧，我白白去拍截圖。咩咪你先嚟嚇？我介紹聽 because 唔是，嗰粒是古人嚟嘅。即係我講，我講我見咩被黏上股，because 我中意錄音，係啦，無人係明白，後面見到錄音嘅嘛，唔對。normal 一個人講 I have a recording to do， 但係無人 catch 到，咪講同佢幾點啦講，我10點做個集先6點嘅，係啦，我就照道理都唔正方唔正，而家你都 get it 嘛？對。我哋介紹，聽到我佢 YouTube 樣，哇，係啦講 what？係啦，第三件咩會？maybe 你看到 YouTube 佢係你 like 咗先嘅人去 follow 嘅嗰時，你覺得 Korean 係？明白啊！我佢講破係啊，聽啲產品物件嚟，人哋都解釋未通，特別 demo 係人看嘅。OK，然後即係禮拜咧，我俾邊學嘅都冇人明白嘅。咁唔知邊啲學嘅係咩物件嚇？有阿龍，我係新椒，我係新椒。叫做但係你 YouTube 有換過咧？嚇？特別講下。哦 ，sorry，係我換依個 link，and 到，and 到就會使啦，冇 and 到就會彈住嘅彈住。啊對，你按你顯示嘅咩？我就會變硬啦，嗰啲。呢時變嘅彈住嘅。呢個講話就都是變嘅睇住嘅。我係新嘅 episode 啦，或者新嘅 link 啊。然後 OK 嚟介紹就唔介紹叫即係伊個看到嘅，所以伊個 girlfriend 咧就叫佢講誒，無可以講 share，你看到幾個事，所以特別講嚟為咗你細漢嘅事啦，你幾時再講你看到幾嘅？你幾時嘅發覺就講你看到幾嘅？其實啊，應該是 Form 1、Form 2。怪大漢。14 years 嘅事啊。14歲啦嗱，所以怪大漢門啦，你唔是成日講23歲啦，就看到啊？唔是。哦。其實咯，我是有經歷淡薄物件，了 Standard 6啊，12一堆大嘅事。12 years 嘅事咯。了 after that。了就啲物件常常發生咯，了看到。你頭一道咧12歲時，你是蝦米經驗？你經驗就蝦米物件 ？OK，古早細漢時嘛，是 evening time 6點幾7點啊，我教嘅指甲教嘅表哥啊，去大家家出去大家家買物件，去菜店買物件。古早興嘅嘛。了。去買啊，了
踏腳車駛人踏腳車去，了我 suddenly accident 你知無？我是唔知蝦米事發生嘅，但係我嘅潛意識啊，我 last memory 啊，我嘅最後嘅記憶啊，是我上一件 Superman 安尼背啊，背掉，了我甲伊人 say goodbye。哦，甲你喺你諾人甲你指甲你嘅就是你表弟我係表哥，表哥啊表哥 say goodbye。哦。了我咦，成家咧，成家你靈魂離開你身軀啊，係對，了我醒嘅時候，迄人叫我拍醒我，因為我是暈倒啊嘛，你失去啊，失去了，地龍江那邊。你把多多啲浪加南邊啊，南邊有嘢。哦，我看你是你開始你浪到你盤起來下，你成個 Superman 很背，就去浪加南邊。哇！這件我本是懷疑人生啦，until now 我未 get 嘢了解 answer。了我迄人去問我，有蝦米車浪到我？若是我是浪到迄個狗囝啊，若是貓啊，若是蝦米物件好棒。冇行到時就安那盤起啊。迄人講是看到我是我，是 on in the air 啊。哦，已經是一背掉啊。對，背掉，了我嘅面甲了是血甲了。Oh my god！喲，一路降到頭哦。我路只 scar 到啲你處啊，當佢。無啊，當佢無啊。我是對厝啊，是毋是？我第一粒巴肚出來。到底你鼻腔嘅啊？唔是。我想你鼻腔大起就是只巴肚走入你鼻腔嚟，免你鼻腔免大。唔是，大我嘅喙這邊哦。我掉佢只巴肚。了 after that 我是無蝦米上accident 啊，無蝦米啦。你頭你講流血嘛？你到處會流血，你鼻腔流血，還是頭割掉上面？我哋這邊是有隻 scar 啊。哦，你邊？你下咗？OK。加了臭血大氣。了 OK 了 after 2 years 14歲，了我會報甘榜嘛？甘榜無免有 license 會換摩托出去嘛？去買物件食，8點幾啊？了我去一個山，我落山，我換摩托落山，我看差不多是100米內邊啊，我看到一個青色嘅血，青色嘅 green 啊，青色嘅對，青色嘅血，是噗噗安尼噗飛來飛去，我看蝦米來啊？我本是 curious 咯，了我家己一個人爾嘛，我看無物件，了無插小魚了within 幾日，我本是破病生病去啊。你破病啊？破病了 ，OK。你看到伊會是細趴，就安怎一青會是像一個囡仔安尼講。所以規線啊，你看到唔是一點嘅血啊，你看到啥？還是你看到啥？伊你講伊血是一部嘅血哦。所以伊嘅血唔是一個囡仔嘅形，特別伊嘅管啥，就囡仔嘅頭嚟管。對。像嘅3、4歲囡仔嚟管咯。你看到是像一個 torchlight，你看到血，還是一點冇一點嘅血啊？是安怎一罐罐是？像嘅 campfire 嘅血啊。所以是 open flame 嘅血啦。對，青色嘅。特別青色嘅。青色啊，青色是伊個香味蛤蜊嘅青色啊，唔是普通嘅青色啊。OK， 等我換我面做隻青色，等於。了唔要緊咯，了我本無當時我未有安尼捱嘅經歷嘅。OK，唔要緊，了16歲，我夾掉嚟身了。
但係你是幾歲？14歲 OK，from 都講 from one 先呢是，因為 from one，form 2啊 from one from two， 14歲，嗯，แล้ว11歲啊，我記得到禮生了，嗯阿妹我甲朋友出去，嗯花冇多啊，แล้ว喺對厝啊嘛，我嘅厝是 outskirt 淡薄嘅，嗯แล้ว上伊嘅厝去我嘅厝愛15分鐘啊，แล้ว我朋友對厝哦，嗯12點幾1點啊，差不多。嗯唔要緊咯。我朋友對厝啊，我看伊入去，我朋友對厝啥呢？我看伊入去嘅厝了是唔是？嗯，了我得個走放，心走哦。OK。我看伊入厝啊，即是到底關啦間啥個嚇？你到關啦間啥個先？對，有隻 student 嘛still，所以我朋友我走啊，特別哦，有一個聲叫我嘅名。因為古早我是有拍球的嘛，我的衫是有印我的名的。哦，哈哈哈。然後我聽到有人叫我，知無？我想，應該是朋友叫我咯。我並過去看，咁樣暗暗的哦，我朋友本是入厝啊哦。OK，唔要緊，我項目到對厝。然後我對厝哦，我對個一個叫白橋啊，一邊。頂到啊，古早還未做嘅新嘅球嘅時啊，是一個鐵嘅球嚟。常常是有 accident 發生嘅。因為車滑本是唔知蝦米數，會崩落去嘅江裡面嘅。所以常常有 accident 下邊嘅啦。古早，了伊去過啊嘛，做成球啊嘛。OK， 我過嘅成球。也下來，估過來啊，叫我嘅名，聲個怎麼嘅聲？大波嘅聲，查某嘅聲，是大波查某是 girl 嘛，查某嘅聲。OK， 查某是 girl， 救命！你成個咧講多邊嘅加邊，特別是多邊 left right，對，查某聲啦。查某聲，皮頭嘅是頭頭嘅是大皮康，冇你講查某聲咪叫女聲，大皮康，大皮康，迄時啊，真係是 very happy very high 嘅 pitch 咋無？所以就 excited 呢一聲，excited， 我再無對片我講，我是講食啦點樣？你聽我問你聽到時，你直接了解嗎？你聽到時，你穿helmet乜咯？有穿helmet。所以穿helmet，你聽到時，你感覺到一聲是灰灰啊，是彎彎成轉啊，你聽到一聲。無對了誒。所以到底你後尾你看，成個你坐到對你 passenger 嘅呢？到底你邊啊？就彎啦。就彎咧，你要不要緊咯？我本是在無對片啊，是咪？要不要緊咯？因為古早後生啊。話冇都是緊嘅嘛，表得對表得對咯。我有 try 去表對去啊，然後看頭前嘅車，後尾數學對袂掉咧喎。你你看那快特別啲未彎嘅人，彎掉頭前嘅車係。對，愈來愈灰哦。我知啊，無對片啊，我敢唔敢看嘅後尾嘅呢個 mirror。我咪看晒 mirror，แล้ว伊攞叫攞歡喜就喎，แล้ว近伊哦，未抽我，แล้ว不要緊咯，我未抽我了，因為成轉去打波就喎，我想啊，我冇多時顧交等去啊，佢講。所以叫你名一直 repeat 直叫你名啦，一部叫別行。對。所以一直 excited 呢。大皮康，大皮康，大皮康，大皮康。變做大波嘅聲起來。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特別哦，哇做大波時，呢個聲是真正惡嘅。真惡。真惡嘅。然後我是緊咯，我是緊應該講。
你買河掠了咯，出師傅掠了啊，有時無通存了嘅。你不要緊咯。我我邊啊，喺對我厝啊，差不多是5 km。5 km，特別我上啊，我滑一對一條路啊，差不多是10幾路啊。個滑未夠，啲滑未夠。滑未夠啫喎！我買停，我買跨尾，我買做咩？我滑。你直直滑啦。第一水嘅時，喺對我嘅厝哦，有一個磅嘅路邊啊，矮哦，我想，因為哦，呢個 sharp corner 嚟，本是常常有發生嘅 accident 嘅，本是有人 accident and pass away 啊，呢邊常常嘅，你不要緊咯，呢邊貴啊，我第擔心呢邊啦，貴啊，不要緊。你在那是大一波有常常 travel north and south 嘅人啊，會在Sungai Perak 過後，樓下底有一個橋是去台灣呢邊嘅嘛，過落來。過來。呢是一個細單的，本是真正蠻貴嘅呢邊。我捌聽過頂，咱 last 杜萬正把你個講到呢，咱講下你江沙講下你有幾下咩事，住人起來講啊嚇，冇你，我冇估，有危險啫。對，危險嚇，maybe 是地家機，伊講下對地家機講，伊有一隻大腦，你看了對面是火車上面，伊一按通一過呢，入去，伊唔是講一等呢。伊件是巴丹嘅，伊件是去太平嘅，伊件是去台灣嘅，我想。OK，聊下。OK， 你不要緊咯，我第咩啊？我靠到隻 shadow 叫咩啊？白羊。隻羊。我買插伊，特別嘅，伊個聲佢就嚟啊。本是係你惡打波嘅聲。唔是，轉去查甫啦。back to 查甫啦。OK， 不要緊咯。頭前有一間車，有一輛車嚟喎，迄滑無，迄滑是無咩，特別我滑緊哦，我對不離去，知無？我想啊是，真係是強幹啊！然後對，我唔係插哦，我愛對厝呢，我講我心想啦，我dedicated是對厝嘅，若是我停，若是我跨尾，你對出厝呀？有代志啊！conversation 是出出來嘅，也差我哋做呢嘅，了 ，OK， 了解咯。我差不多到厝嘅時候，其實我想我未到厝嘅蝦米樹啊，上嘅樹，只灰啊，只灰啊呢。我講無可能啊，平常時我用差不多10分鐘會到我嘅厝。特別重點是幾分鐘過後我唔知啦喎，像落去第三空間了嚟喎，迄個走路啊，會來亂上面行嚟喎。你係咪走路係咩做？嚟influence 啊，影響路。影響路伊走路，腦成個亂上面行去。我想咩樹我未搞錯啊？是唔是死啊咩啊？哇！我本是驚，故事是跟人驚啊，唔知嘛？然後點咧乾臭啊咧？你哋嘈啦，用臭話嘈。嘈，未臭就未走哦。你未見咯？我係厝有兩個 junction 會入啊嘛。即係我嘅厝，即係是回我厝啊。平常時我是直去嗰個去家嘅我嘅厝嘛。呢邊古早有一間納豆講嘅。特別好彩時納豆講搬去嘅回嘅 junction 了。我 signal 我唔係跨，我本唔係跨後尾，我是 try 落呢。喺台灣。喺台灣咯，我聽聲無聲，
後尾無車聲，其他彎。嚇，彎。你唔敢看後尾有超，你驚看到驚，是會看到物件，是唔是？是啊，驚到我都是真嘅是重嘅，我唔知我知啊幾。你摩托拜乜只打？maybe 是 because 你驚咧辦到是你拜，你直變，但係啲聲直袂驚咧。對，不要緊咯，我玩咯，我橋嗱都講，我一擺是食辣啊，大浪啊，我鬼嘅嗱都講是唔是？冇數啊。OK， 不要緊咯。Then the next day 哦，我去學堂。我係還啦，先生看到我，佢問我，昨暝都去到咯。了，現在在。阿妹家朋友出去哦，我問下咪水，佢講你無對片啊，我看你嘅面我知哦。了佢講哦，我看你應該是何嘢，我未記叫咩名哦。佢是講哦，伊個鬼啊，是迄人還啦，是毋是？是腹肚大啊嘛，特別是死去啊。迄人是無頭誒。叫咩攏知啊？你鬼名？那是伊是大腹肚咧，死去飯店啊？唔是。飯店啊？半無頭嘅嘛？你講無頭係咩？唔知我是未記啊。特別房間咧有頭殼嘅喎。有一個名，特別未記。我未記啊。OK，咱你吹過。特別房間咧是查某啊，大腹肚死去嘛？對，房間咧嗰啲是查某大腹肚死。伊講無頭嘅，伊頭嘅是。司老闆。Penanggalan，司老闆。特別司老闆無頭嘅咩？司老闆無頭，司老闆是無線嘛？唔是？出來呢？伊頭髮無頭。伊成 Lego 呢嘛，攞窒嘛，佢頭就成褲。特別講無頭嗰頭背啊嘛。Penanggalan。detach 伊成背。唔知講鬼啊！未見，你就會講嚇。了，佢教講你無對面，我看佢面我知哦。你better去找你嘅師傅，還是找我冇識得？哇！你先生厲害哦。你下隻名你冇感覺就安怎啦？是講你先生你講呢？但比我對家厝哦，我係知阿未困嘛，我知問我為蝦米說安尼驚，安尼切講，我其實嚟嘢啊。了安怎了？你安怎吹啦？了你先生教你講了安怎？我冇插啊，古早是人嘛。你冇插，你先生講，你冇聽你先生講啦。OK， 所以你冇插嘢，第講啦。第講了，冇咩代志哦。了 until 我大學出了，我做工，了我去迄個廟哦，迄個地藏王廟哦。去廟嘅。了暗嘅。迄一老講我看你是無相信呢個物件嘅。等陣，即係我哋對你講叫做咩？我唔曉讀嘅名，冷水啊！冷水係幾時？唔知我未記啊。你冷水有頭嘅啊？係咩叫插邊款？冷水有頭嘅。冷水有頭。特別冷水是等下了走出來。等走出嚟，伊頭伊是Penanggalan嘅。OK， 嚟嚇Penanggalan就可能係了嚇。你不要緊咯。你去住，所以你去做咩事航險未去咧？你唔是講你冇聽你先生講，你做航險未去成日都會去。因為呢個是我嘗試一個資源教啊，了古早我爸是有淡薄故事嘅。你爸咩看到嘅嚇？唔是我爸唔是看到，我爸嘅故事啊。是 long story 不打個講不打，又見到我 continue 呢個 story 哦。呢個師傅自頭教講，我看是無相信嘅。冇相咩？冇相無信仰嘅人嘅。無相信，即係無相信加無相信是一個 variant 嚟，住冇相信，你講你冇相信啊？我是無相信嘅人。
伊是講女無相信嘅。對。OK。แล้ว不要緊咯，伊講好在你運顧較懸啊。哈。若是無，你早互一間查某鬼啊，也去哦。對。所以你去暗嘅時叫瞞到伊係師傅甲你講到啦。我無瞞嘅，我無瞞嘅。伊就甲你講啊。我說你就無你毋是去暗尾去瞞嘅，你就拄好去掉暗嘅時，伊安怎會甲你講？因為我看甲了人本有瞞物件嘛，我不是半信半疑去瞞伊咯。所以你會使甲我看我有犯了啥物物件無？伊 check 伊講哇久哦，一天。你係是做久以後啊？你 after 你看你到底你叫會看到迄個查某久以後，你做久了嘅做久啊，甲去暗暝拄到即個師傅。哇！16歲、25歲。所以安尼一年原來，that means 你無甲伊講到，你聽到查某嘅時候，還沒無啦，一直在講。哇！安尼啊？你上去，你接到上去啦，你上去頂到16歲時。對，我是想是哦。แล้ว不要緊咯，我能 back to current 啊，是最近啊，看到物件。所以你還是去，你都無看到一下，你看係一查某過去，你直頭無看到啊，還是你接落來 after that 你會看到？做物件無啥物順嘅咯。特別你唔是講講會看到鬼啥物物件啦，你是像有當時衰嘅呢，運無咪好呢？有當時衰哦，特別 after that 我差不多是像 friend 安尼啊。係咪是你常會看到嘅。OK，所以你講你25歲時，你去你暗下邊一個你講你看到不你拄到係你查某鬼，你當今你是幾歲㗎？當個 currently 是做久啊？當今是31歲哦。所以啊個6年可能有。OK，嚇，你當今你講最近嘅，你看最近嘅個數。OK，最近啊，我講最近啊，因為我有。常有故事啊。OK， 別緊好啊，邊咧學緊大你嘅貴州落葉嘅別緊。OK， 最近啊，我去一個旅遊勝地啊，去浙江，突然間嘅冷嘟 ，OK， 搞，佢有嘟，冷嘟。人是少年人嘛，搞嘅無像咁我哋講嘅老人講。唔是講未來實際比較多，你叫毛菇看，毛菇咧一年每次都難多咧。伊是 spell 嘅，伊是 L 嘟。OK， 你講 ，OK， 你是冷嘟 ，OK。咧我住嘅resort 咧是2箍嘟嘟，因為呢邊 hotel 有2間嘅嘛。古早有3間，了有一間互人白灰燒去啊嘛。了第2日我行去另外一間 hotel resort 啊，我人講伊是沙嘟 resort 啊。了行特別未行嘅 normal 嘅呢個沙灘啊嘛，愛行嘅。3張像沙巴可能特別嘅沙巴是嘅冚了嘅 resort 就係利華嘟 resort。所以你要行，你當愈大嘅 resort， 你要去到你要去喺你第2間 resort， 你就要趟過，你袂行伊海沙坡去，你就要行伊沙巴，特別你過沙巴嘅時候就要過，你頂到燒去咧 resort， 梗係行到即另外一間。對，伊是冚起來，特別無燒個料啊，是有純淡薄。OK， 伊個distance 啊，差不多是15分鐘啊，我行。OK， 我行，下晡差不多是3點啊，3點幾。我行，我想，喂，啥物事啊？迄人有甲我講嘅，
愛經過一個沙巴。OK 我講 OK， 不要緊我行，我不想到嘅沙巴是安尼個里啊。OK， 故事嚟哦。我行到一個迄大第一個沙巴嚟講，有3間啊，上加嘅雪咧。OK， 不要緊，我行，我再無對片嘅。你感覺到啦？我是早早。還是你甲你個 friend 還是咩？甲朋友還是家己一人？無，我甲我個 friend。OK。因為我個 friend 是，佢感覺是個理念，佢唔知係咩事。特別我是suddenly 停了，因為我看到咩？我看到3間嘛，因為動物你已經是唔？有一間 monster， 一間頭毛亂亂嘅啊，迄個目睭是紅色啊，看到啊。你講是 monster，那面是等陣我 continue 啫，後面是我嘅 conclusion。然後行，我停，我看，我 feel 到嘅，我看，講嚟嘅，我唔係行，我 stop 一問呀，我唔係教我 girlfriend 講嘛，我行，OK， 我看，我講我行過啊，唔係動我。你心入面想掉啦，你冇講出來啦。我冇講出來，我心想嘅，我 try to communicate 啦。因為節時嗰時咩事？節時啊，應該2-3點。落3點。落3點。哇！你不要緊咯，我 try to communicate 啦，因為我唔驚，我是關係啊，我講我愛經過嘅。我冇做路啊咪，都咪做啊咪。然後 OK 攰啊，會攰啊，我攰，不要緊。去了嘅沙都 resort 對來哦。OK， 阿妹來啊。即係倒對去啊啦，但你行倒對那是你經過你去上經下咧是無事啊啦，當然是無事啊。我想是無事啊啦，特別後尾來哦。了，阿妹哦，我對我 resort， 我感覺到我嘅頭啊，因為常時哦，有物件我嘅頭是偏頭痛這樣解嘅，頭個痛嘅，你我再無對片啊，我敢唔敢教我嘅girlfriend講嘅喎？你不要緊咯，你想咁講就冇。我記得搞我不夠。你教你個 friend， 你唔教你個 friend 講你頭殼痛？我唔教，我有教我頭殼痛。應該是上座，天時上座，係啥樣？我咪講，你我講，因為應該是。等你嘅多多為打電話給我嘛，我看多多啊。對。OK， 不要緊咯，我講我未等了，我頭痛，我困，困先。然後我未困，我看目睭，一看了，嘢物件來啊。出現啊，佢想背來哦。OK， 我困了嘛，來未？喲，我本是吊攰啊，真係。一看白照呢，就是啲裏邊整啊。shit，真驚。你上架波電話就你買個。你講買係咩？你叫我買最數。你聽到因為我earbuds 冇電了。聽清楚。當然。So， so 特別一個你 communicate 是，伊是有 language 還是你載 message 呢？你一部個你講，一隻就唔是 language，你特別你明白伊。我明白，因為我人地到解 communicate 哦。因為迄人是無 language， 嗰人是 through some signal。OK。我想唔知我講蝦米啊？所以你是想 telepathically 呢 connect， 你明講出來啦，要話。對，伊個聲嘅 signal 搞到聲嘅，伊有隻關係啊，搞到聲嘅。Bluetooth connect 呀。對，伊唔知做咩，就是
伊就是甲你 face to face 真正近的，真近。he try to warning 我啊，我經過啊，都買最數。我在路會做物件。你目睭看到？哦啊，一笑我就你看到我是笑嘅，一笑了。你對你笑啊？我笑我真正驚，我真是真正惡在喎。所以如果你目睭在看嘅時候，你會看到伊啊？對。你目睭開嘅時會看到？開嘅時看唔到嘅。哦，所以在看嘅時候，如果所以咩事？你 image 嗰兩時到底你腦裏面，你唔是成個講 physically 到底係變嘅掉。你在看目睭，你就會看到，所以你看目睭掉時，你看到伊變嘅。對，咦，唔是 imagination 咯，其實直頭嚟 signal 嚟直頭出現。你就有啲 knowledge，就你有啲 information，就講到底你面頭前，你伊真係惡看到你。對，係咩啊？eyes 啊，目睭啊，是紅色嘅。哦，就是淡淡你看到出嚟嘅。對啊，แล้ว我講講，我 communicate 咯，我講我唔是喺做咩，你唔係做我做你嘛。我是 accidentally 看到你啊嘛，是意外嘅嘛，我唔知我會看到你嘅嘛。แล้ว我講，我來呢邊是意念，你唔係夾咗啊。แล้ว佢走啊！我本是頭聽，แล้ว不要緊咯。แล้ว伊個豆我 ring me up 了，call 我講，豆來啊，會看，會細女哦。一攏去啊啦，攏出去啦。我人去哦，伊個地方本是暗暗嘅，我本是心裡本我咪舒服啊。特別你 girlfriend 唔知啦，你冇甲你 girlfriend 講你看到？唔知，那是我甲伊講啊，看伊。笑追本笑對佢邊嚟緊？我啲最緊啊！你看過，你出去看過啊？是你自己心冇咪清啊？啊，是冇咪清啊！特別我是 excited 愛看得到啊，我上去哦。特別我是行嘅暗暗嘅路是冇蝦米，伊是海邊咧，伊顯是我嘅酒店嘛，伊是我嘅。離我都頭前嘅，冇經過嘅 jungle 嘅，因為我冇去嘅沙都 resort 嘛。OK，不要緊咯。我本快咗嘅。這是獨孤定？這獨孤啊，獨孤嘅。個月是。哦，所以最近嘅啦。最近嘅。哦。不要緊咯，我是 OK，我上是應該是冇事發生咯，我本。第一咧，因為 next day 我喺火車對佢邊領啊嘛，我就對佢困了，買集了，我看不着我再來哦，我冇困咗啫噃，我真係清楚我是冇困嘅，因為阿咪說，你困到你看不着休息是冇上嘅物件，有見咯，你把朝看咗特別你冇困掉，冇困掉誒。有見咯，嚟哦，佢嚟上個男仔講啦，即擺搞啊，暗潮了，我快喺裏邊，然後佢嚟我快住問你啊，然後 suddenly 我係感覺係啥咪？嚟，佢帶我去海邊，背對去海。我被坐你接去海。不，佢帶我去海邊，看伊來 crawling 叫咩啊？白對去海。我看伊啦，唔是你啦，伊看到伊白就去海裏面。對。哦，แล้ว是石頭，佢冇夾錯。所以伊是鬼，個是雞，個是係咪啊？黃色嚟，伊係妖精嚟。哦，知啦，你因為係咪說啊？我咪就係講伊，你看什麼幾層嘅啦？你看到伊嚇，你看到伊看嘅是伊，我咪就係講你安怎就係講這是 monster 咧？伊身軀是安怎？伊成個是邊啊當時嘅卡加是安怎？冇，伊是頭毛亂啊，綠。OK。啊，你看過 Albert Einstein 冇？哈，哦，你生嘅頭毛呢？啊，生嘅頭毛嘅，特別是樣嘅嘢，伊是蒙蒙安尼，特別我看到伊目睭呢，
哦，所以你看到摸長咧，特別看到紅目睭落嚟咁樣啦。對，那是正常嘅鬼哦，是安怎？是上人嘅，無啥物問題啊。人家黃灰色 grey 啊，那是。你人看啦，你人會知講，這個是妖精，這是鬼啊！你看啦，那是有你啦。特別有時啊，一般是會變嘅嘛，可能唔知啦。變嘅是一頭互我看到是妖精啊。我人分會出嘅。你伊是大，你看到伊是徛條嘅，還是你特別你唔知，你會知講伊是徛條，成個人咧徛啲落去卡呢？你講是下晡嘅時三點，對，嚇，伊徛了嘅。哦，成個人嘅 shape 咧徛條啦。伊是德拉崩來鋪條，哦，德拉崩。OK。你看到一白了是，但面是一時死嘅，成卡個手呢，到啲白到啲刷接啲嘴。特別卡個有手是唔是？嚇，唔是普通嘅卡手係像呢個四腳爪。伊個身軀是長嘅，像無卡嗰就。OK， 即係有影，即係你未成日講成日講，即係成個 werewolf，你看你冇咪成個人嘅，看你是成個是四腳爪呢。有，迄個尾是mermaid安尼尾嘅，美人魚安尼尾嘅。哇！係四腳爪啲。呢是海裏邊嘅妖精嚟咯，我上時啊。你講是白起嚟海裏邊本。迄白本是咩就我快白對橋是唔是？我嚟 suddenly back to my body 就我感覺係咩？訓練啊！喂，我對嚟啊！我 back to normal。我咪碌看到，伊成日都對嚟暗潮啊嗬，加上埋伊白走去是落鼓一點先，伊是成個伊鬼咩都對嚟直做路咧加即係呢？OK。within 5 minutes 啊！所以是成個講，你琴日照我當見，我俾後你看我走啊，可能。對。伊是後你醒啦，是嗱我無做路咪做啊。關啦。伊俾後你知講，伊是咧海裏邊嘅物件，伊俾後你知講，伊是 from 海。伊叫買茶樓玩啦嘛，嚟只，所以伊俾後你看講，我當然是走去啊，你看咧後你感覺到。因為我是解表面啊嘛。我嚟這邊是 travel 呢，路買茶樓啊，我不茶樓路買茶樓啊，我唔是調啲愛去 challenge show，而挑戰路，那是我愛調啲愛看條路嘅，我唔是嘅，有三個 YouTuber 調啲看嘅。樣式就要去翕嘅，要去查字嘅人，要去翕嘅。伊安尼艱苦找到一個人會 communicate。伊就是隨我人講話誒，伊知到我人看到伊，我愛 contact 到伊嘛。你咪隨我直電話就隨我人啦。有時啊，你咪甲人 communicate 咯，你假裝看無啊，迄人本知嘅。笑，我聽就知道啊。你個成個真個不啦。知無啊？因為有嘅人啊，迄個假了人啊，本是有身軀啊，本是有一個 aura。對，呀。迄人是看我人是鬼嘅啫。看到人是鬼。對。因為我人看到人 ，maybe 有嘅人看到是茫看無咯。了我人佢達到是知我人看到伊嘅。maybe 我人嘅 frequency 是像，特別我人嘅安怎講啊？我人嘅世界無像呢。對。你成日講你一個人嘅世界，這邊，了你嘅鬼也是妖怪世界是無像嘅，這個叫咩？universe 啊，無像嘅 space 啦，特別 frequency 丟到像是哪裡接到現啊？對。了迄人不是妖嘅啦，迄人若是你是管道性嘅妖精啊，你不是知
你是會 sense 到我人是看到你啊。哦，伊在講你會看到伊，未看到伊。了你假使咪看到伊個叫你唔通，但是無看到伊啊，可能啦。冇啦，你免講啊，你家己本知家己有咩事嘅。哦，OK，心知肚明。呢是你家己嘅 natural 嚟啫噃，你家己 connect 了，伊本是有你嘅 record 啊 history data。哦，OK。因為伊嘅 sense 到你啊 ，means 可能伊嘅鬥性本是真懸了嘅。OK，是鬥做要正樣。哦，這個一做一 level of 一嘅 level 是真懸嘅。哦，你看是完了一刮了嘅，一隻刮。就是講有你要知是一 level 嘅，一被 communicate 到你，一想被通掉嘅，是唔是？因特別一被貴。連一 level 關咧是依個 communicate 㗎，不離。對，依個 WiFi 冇咁 strong 嘛。我妹即個大鼻講哦，大鼻孔，伊你有會看到查克拉咯？係咪咧？查克拉你會看到？查克拉，個 light 有查克拉你會看到。查克拉是係咪？你話你吸目睭？你時候就你會看到係咪灰，看到係咪色？哦，只看到，因為OK，I get what you mean。因為平常時我有 meditate。這是 meditate 嚟㗎。對。One of meditate 啦。我常常時候有時候因為攰哦，是亂飛來飛去嘅。但係你會看到啦。因為我唔是種人是會看到嘅面嘅，直頭看到。因為攰哦，是你上下是呢 UFO 射落嚟嘅攰嘅。有時是呢個攰亂飛嘅啫。哦。有真濟有相識哦，橙色嘅，橙色嘅，因為我唔成故會食嚟之類事。哦，但係你看到上到對到人，你看到人嘅食嘢哦，我係咩食？我特別會哦。我是未看，我人未看啦，即個愛念咧，我係看到家己嘅食嘅。哦，你看到家己嘅食？聽講啊，聽歌，我聽講，sorry。聽講有人是會看到嘅蛇。對，我不讀過迄種有個人，伊會看到迄個 aura，right？and 伊看到迄個 aura，那是迄個 aura是啥無對片，伊 avoid，because 伊知講即個人毋是講是真正好嘅人，所以伊愛 avoid，伊知講個人屬甲吹數，所以伊 avoid 迄個人，了莫甲伊吹數，莫話伊安尼看，我捌聽過。對，我聽到是我無相信，你知？伊甲我講嘅是我無相信。我人毋是看伊嘅花啊，即個是我人會知啊，免看。伊是有咧藏 sense 掉。你做咩事問？你做咩事問伊下？做咩事問伊看？伊看到花哦。因為我人會看到即種物件嘅人吼。哦，你我人會看查克拉嘅，是即個是玻鳥嘅。你我看到查克拉是佇一個 universal 內面嘅。對。我是看到一個像甲一個 black box 啊。我腦裏邊是一個 black box 嚟嘅，即個 black box 是 unlimited 嘅，真貴嘅 universal 嚟嘅。แล้ว我人會使 time traveling。哦，我知，即係我冇講過，冇講人講過。特別你知我冇講過，講我係一個 friend， 我係一個朋友嘅爸，伊是我個 best friend 啊，伊嘅爸就是伊特別 meditate 咧，係伊成日 travel 去無上 universe 啫，所以伊有一個甲伊做只特別 meditate 時用 communicate，有時拍曲我哋可能就去別個位，特別迄個人是到啲美國美國應該唔知外國就對啦。然後我嘅朋友嘅爸過身嘅時啊，伊知啊，所以過咗伊過身啊，過咗幾日伊是。伊家己曉來，伊毋捌拄過伊真親身，毋捌拄過伊，毋知伊嘅厝人毋捌伊個了人，特別到啲外國來甲馬來西亞時，伊去甲伊嘅厝，然後去伊嘅厝，然後伊甲伊嘅厝內人講，伊講你毋捌我，特別我甲你嘅翁把你甲過身嘅翁咧是朋友，特別是到啲用 meditate 嘅時 connect 到嘅，伊人毋捌拄過。因為啊，我人 meditate 嘅時啊，有時啊，有
我人是講是我人嘅朋友啊，伊會互我人 signal 知無？我人是親友知無？我人毋是其他，伊會互我人淡薄 signal，但係無啥物明嘅知無？我家己去聊，對，解誒朋友 communicate，你若是做這咧，是你變做會才較用 communicate 去嗰出嚟 space 掉，就是伊，但是啷被 meditate 人咧，啷用 clubhouse，啷去 clubhouse。那是嘅人啊，那是 meditate 未清啊，未 focus，那是叮當啊，那是無在啊，出數啊哈，伊成日走火入魔咧。因為 universal 嘛，你開咯 universal 啦嘛，你開嘅門可以入嚟，我 encourage 人。不會人們做伊成日嘅伊成氣話，伊成日走就索人氣裏頭。因為古早哦，我有一個 experience 啊是，我啲廟嗰邊鬥卡手嘅嘛，แล้ว有一個人來，伊夾嘅朋友小英，迄個朋友伊講，伊個朋友嘅朋友 accident 嚴重，แล้วคนเหนียว會請。佢我看嘅小英，我看人是真正無袂叮當嘅，我想嗰啲，你我看嘅朋友小英我直頭想啲拉索啊，擼啊，啲拉索啊，因為我接意，因為signal來哦，伊是甲我講咩？我真艱苦，你導龍我真艱苦，我唔知我當今地都路在無。แล้ว特別我潛意識是潛嘅。咁你講我聽冇得潛係咩事情呢？潛意識，潛意識上面我未記啊。previous life。唔是 previous life，唔是。潛意識就是 in now 嚟嘅。subconscious。OK。subconscious。OK。因為我人是知嘅，我人有安尼condition 啊，常常本是會拄着啊。แล้ว我家己講唔係亂，即係唔是嘅你嘅朋友嚟，即係別嚟愛嘅機會啊！你成招容易嘅朋友出事咧？唔是，伊個河路嘅先咯嘅，唔是迄個朋友嘅朋友啊。其實咱唔知咯，嗬，咱唔知人，你就想嗰時你條浪車朋友，特別其實你知我伊個事啊，我講，我真艱苦啊，咩事啊？我嘅身邊嘅人佢話講。也曉就喎，因為平常我是未安尼嘅，可能是你啊，我是人未 focus 啊，แล้ว發生事哦，แล้ว即係你朋友捌路嘅走嚟梅路啊？唔是我朋友嘅 ，actually 是伊個廟是互人問事嘅嘛？แล้วลูกคือหลังมวยลูกเหรอลูกคือสิ It's medium. No 我唔是 medium 嚟，你是 large， sorry， 我是你是去到好到底下邊，你是到所以你是到底啱嘅位啦 ，OK， 我是 meditate 咯，แล้ว meditate 有時。我有來食呢，我會催人介人協位人哦來，若是伊個人有破病啥物啊，我會叫伊來哦，我甲你做淡薄咯，特別無碰到伊個無你個無來 touch 到無你個事，所以你有去阿媽邊，你去廟啊邊有鬥下手本啊，成個死人嘅款啊。แล้ว一個人接來，แล้ว每條路嘅事，แล้ว每條路嘅事，你還是你接線嘅事啊，你會知哦。我冇接線嘅。
你講話，你講得好，你是你唔是接線啊？哦，一家是 exceptional case 係哦，特別 case。所以他知道嘅是，是唔是你會 conscious，你會知講你講話呢？可能你會知。對，我知嘅。哦，我知我家己考。哦，是上加咧，鳥唔是鳥鬼講嘅咯，伊知特別伊未 control 呢。所以我是未 control 一萬年啊，我 subconscious。direct 啊，對啊。OK，明白啊。แล้ว特別你 subconscious 在講，這裡唔是伊朋友嚟。我係 signal 有教講，即係唔是伊。signal 係咩意思？你 signal 是你個嘅 signal，係你暗白嘅人嗰隻 signal。我唔記得就係，你講 signal 是你個電腦會在啦。有一個我人是講是我係朋友啊，特別伊是。你 senses 啊？對。伊想要一個 sense 講，這個唔是 the intended person， 這個是別個人愛用這個機會來佔這個位。對。了我人是有一個 signal，maybe 佢本是古早還未死嘅時是有修行嘅，了伊是來佢打啲來，我唔知伊是幾歲嘅。伊唔是做歹事啊，我人是知伊是來。伊唔是講亂啊，唔知啦。兩轉啦，個舊輩想轉，你甲人講，即唔是你朋友來了。了我甲人講，我講頭晚來唔是你朋友嚟，是經過呢。我唔捌是最嚟。特別我 confirm 唔是你朋友嚟。你朋友已經走啊。了你朋友唔知伊佇倒落。你成日淡薄 confusion 唔知道到亂看啊？對，佢是未對來嘅。了。你聽到咱怎？我講我是 help 未 help 咯啊，即係我係隨師傅啊，因為我普通人嚟啊，我未做蝦米嘛。我所以你做下面嘅 extra action， 你係講這裡是你成日 explain 去聽這裡是咩 situation， 這裡情形是咩？特別你一隻做下面嘅 extra， 你就俾成日請師傅嘅教仔條做啦，係咪嘅？那是嗰個棘手嘅物件，係實老師傅。哇！你講大片講，你捌拄過上加一個靈魂啊！只坎坷了就你刀卡手伊哦，你講接我係先。伊無接你嚟，你再講一個靈魂嚟，伊再講你甲伊會溝通，了伊嚟叫你嚟幫助伊做物件 ，because 伊家己做袂到，你捌拄着安款物件。我講嘅，我 get 到講嘅，我是無亂煮互物件入啊。了我嘅朋友咧是像你講嘅，佢。未死嘅時，佢是有修行嘅人嚟。了有修行啊嘛，佢是鬼。特別佢未去天邊嘛。So 佢愛 continue to 修啊。了 maybe in future 做羅漢，若是做蝦米，我唔知啊。而且我問下，修行係咩意思？修行就係講，你成日講。佢 train 你修行嘅意思就是講你俾成日improve yourself improve yourself 變做 but 啊，呢個物件是雙修嚟喎。係咩嚟？雙修係咩？雙修是佢刀架手伊家己。雙修唔是大波加，唔是大波加查波嘅。唔是嘅。唔是嗰個大波加查波嘅。但不過查甫係咪雙修係咪定三拜啊？應該啲波啊對啦，應該嗰個西藏密宗嘅啊有雙修嘅，就是讓呀大波加查波做隻做啦，雙啊你咪盤啊，咪出痟啦，你到一個境界了，反正講就是亂了啦，讓雙修時候啦。你落時無小心盤呀。不想。所以是想，唔是即係雙修啦。雙修就是想做功德，安尼款啦，伊做好，互別人伊家己本做好，伊修卡瑪啦，對唔對？伊修咧卡瑪，你看啦。
安怎讲？唔是哦，伊是为家己，伊是救我的人。OK， help 別人 ，OK。了，伊有 record 的嘛 ？Actually， 我人做啥物事啊？來，頭媽阿 John 講啊，早一個 episode 阿 John 講嘛，迄個地藏王菩薩經啊，伊是有講嘛，我人做啥物本是有扎得條誒。哦，咁了有記了起來，你做啥物物件好歹，啥物件了記起來啊？對，所以我人今世叫咩啊？當今即時今世啊，今世就要清白件。你 lifetime， 即個世界嚇 ，OK。是 for future 哦，所以你即當今做嘅物件，咁了是你白刀嘅生活，還是賺嘅是害到你，還是幫助到你，就是當今你做嘅物件 action。對，下意識是是啊，咁嘅就是嘅事哦，對。你等陣啦，我哋 pause 我會，但係是，我會 start 是就是人講要物件講，是一位出嚟嚇。我減啲。嚇，波咁啲掉。哇，來。韓佬看到物件，3禮拜前。冇3禮拜前教我講，伊看到物件。對，because 我在伊學堂對啊5點幾下晡啊。然後我打到互伊，我帶到邊去互伊下嚟 garage clicker 啊，開門嘅，開門開門啦。然後我邊去啊，我互伊，有時咪開門啊，我咪開車接咯。然後我介嘅下嚟時，醫生你講，我頂隻開門嘅時看到一個超人。伊講超人咋？伊講超人。bad guy 係講。嚇對，伊講超人。伊講我開門嘅點聲，我看到一個超人。有時我問伊講係咪超人？我讀落啦，係咪我問伊嚟嘅？你想的是哪三物件是？你想的是想看到人？哦，你想到不了。我有想到 ，because 我一開門嘅時，我就在伊邊嘛，伊條底愛落車啦，過來開門嘅 ，because 伊愛看到。要看伊個 rush 落來。嚇！伊講伊開門嘅點聲嘅時，有一個超人係伊家裡上個愛，你知係你 roller shutter 有一個上個 track 嘅嘛對，伊 garage 有一個 track，伊講係伊家裡度下邊，上個愛捏伊啊是咪唔知，愛停伊嘅捏啊是咪唔知，伊講係你超人做伊安尼，我講第時嘅時係咪超人？呢時我上個嚟 casual 啦，冇錯。有時我就感覺呢是垃圾物件，我講係你我到下邊哦，講有，然後我講你個叫伊超人走喎，伊講伊有解講叫伊對厝，伊講伊度伊心裏邊伊解講，你叫伊對厝，有時我咪解講嗰時啊，我講其實咱落車先，所以我成日 distract 伊講，其實咱去看咱頭前嘅花。係咪？我去看花，有時對嚟接嚟嘅時，看門下面嘅咧咧是，伊包到一邊嘛，所以我佢爸講很好看到物件，你知？你爸相信你吧？伊嘅爸，愛講伊要相信我唔知啦，because 伊講伊冇咪相信嘅物件，但係伊會曉驚嘅喎。各位暗想，我冇相信，特別看鬼嘅唔係看，而家就聽鬼嘅嘢唔係佢，唔係聽，真正好笑，即阿莫人個咧就好笑。我是成個英國中嘅 ，I reason away。特別有啲人成個英國中嘅嗬，一直頭冇相信咧，一直頭冇驚。特別伊無驚掉，特別我係驚。嚇，對，就是我就我翁本上，我翁你講講伊相信鬼無啦，特別你講鬼故事時，唔係講咪聽伊，特別我講你咪是驚咯，伊講我驚，特別我講伊講你 creepy， 我講 creepy， 特別你都無相信，然後你驚做咩呢？伊唔要 explain， 伊唔要 explain， 我講那是你會曉驚啦，免是你相信，然後你個會曉驚啦。
嚇，所以嗰啲硬上，maybe 你 Western 嚟買頭啦，你看實，佢你講，嚇，所以伊無甲你講，伊無成日講，誒，無人講話，伊無成日講，冇，伊無講緊咧，特別是講伊家己無常識，你知啊？特別阮會曉行，所以我唔知。你聽我咪講係咯，你甲你爸講啦，但係你甲我講嘅物件，你當我較看啲下面。伊咪 repeat 咯，伊講伊看到一個超人，哦，伊有講到係咪啊？讀起來時啊，又講，佢哋超人有一個長紅嘅字。喲！嚇！你係所以 after that 我冇唔係可以講嘅多國家嚟啊。哦哇！而家我過嚟採接嚟，一採接嚟是伊家爸講嘅是，伊爸講下你超人是阿做款嘅，滾過下面。你係是伊講滾過媽咪做滾，伊講滾過係你第四格，係你 garage。Oh my god！你 clear 嘢記。嚇，because 我人嘅 garage 門一站關嘅嘛，一站，有四嚟就，有四嚟。你看，所以伊個壓起來嘛，嚇，伊 kilo。伊講四關佢第四格，你有時個門，我人個門友啊，係你抽人看咧是阿轉。然後講伊講1523，伊成個嚇，你伊個講個字行過界叫你，伊講。伊有紅嘅字，然後一個嘅字。然後講伊嘅頭毛是安怎？伊講伊頭毛長長，伊講伊頭毛紅色。哇！安尼喎，然後是所以伊爸妹你媽咪啦都得咯。然後伊講媽咪徛我係你妹啦，伊門是徛我嘛，because 是愛冚，所以我人是我了咧就。有陣時我問伊，你無叫伊走，你無教我啦，講就。你講我有叫伊走，然後講你講出來啊是係咪？然後伊講伊大意思咪會叫伊走，特別伊個咪走哦，伊講叫伊轉厝，伊講個好問咧，伊個咪轉厝。有陣時特別伊冚啦，係你冇伊講伊冚，有陣時又無事。你可以講係你有日伊嚟多食咧，我安尼就，然後講特別我驚，我問伊就，我驚有日是我驚，我問伊你無驚，伊講無我無驚。哦，了嘅時我講白刀咧係哦，你看到安尼物件，你甲你爸講啦嚇，你甲我人講 ，OK？ 了嘅時我講時講你甲我講咧。我特地講嚇，叫耶穌叫伊走伊走，用耶穌嘅名叫伊走。然後伊講是咯用耶穌嘅名是福建話叫，伊講 In Jesus name 是福建話 for go away。伊想講 Jesus 是福建話 go away 意思啦。是福建話 for go away。Oh my god！ 超級啱咪啊！喲，True B，喲，哇！that day 是哦。比方你講你驚看到嘅事，這是 OK， 這是你講其實 2 weeks ago 嘅事 ，3 weeks ago 嘅事。3禮拜，it's 1 week after the recording。OK，所以after recording。什麼意思？伊甲你講嘅是，伊是3 weeks after 伊看到，你係是伊甲甲你講。我唔知，伊第時看到。哦，特別唔是 that day 是，唔是 that day 你甲伊講。如果說我問伊，你看到係你臭人。當劫哦。當劫。所以紅險時候對甲你講定之時我看到。伊最多車嘅時，愛看門嘅時，伊個小大伊。伊試過，伊嚟邊，係一三等你又話講。哦，哇！你是唔是你定之時講，你會感覺就講你成個厝內面有物件咧？是唔是你啊？較早時。往時我有講過。你講過成個唔知想人。想一個個呢？嚇！想人看到人看你，想人頭看。哈！想一個講呢，伊講是阿炳咯。哦。伊講係臭人徛阿炳。哦，特別多個口，因為是多嚟邊。哦。所以我冇成個飲掉成個惡嘢呢，都知。特別我有關
即係冇是食久嘅嚟，maybe 6個月一個嘅咧，maybe。我就是我 somehow 我成個你捌講過講你成你厝嘅為啥有是就是你為啥感覺就像人看到你嗰款嘅感覺，你捌講過我知道。頭飲特別你去看伊是伊個走起伊唔加。未必唔㗎，好我看掉，好我看掉，跌掉是掛伊走係。我看到毛毛菇到啲clubhouse 啊，毛毛菇你個事會講報告毛毛菇。應該是有啊。等我看下毛毛菇掉。毛毛菇看個幫成隻瓜啊，嚇死我係。喂，使會出嚟都幫我。你問喂，你問下條我係猜西就出嚟嘅，下條我西就亂掉。就是我很隻就出，我講講成係別嘅呢，查得幾很隻。咪你講啦，你講 get ready 了。嚇 ，OK， 嚟，你問下我為西就出嚟啊。呀，啊嚟你講，我估。我教磨藤啫嚇，係咪教磨藤？我嚟問見嚇。呀，我啲隻有磨藤。哦。OK， 兩個人問見嚇 ，OK， 其實我係寫呢，都好，定禮拜我有講起這個數嘅 ，OK， 咱7個半愛搞了，然後已經攰咗，對對是真係攰嘢啦，對，真係攰嘢，然後那是講我哋話8個半，咁咱都是想到食過餅，對， OK， 8個半是食過一個。ceremony 咱就係拜古早正古嘅是啥物拜月娘，會記哦。拜月娘咱用到啥物物件呢？用到一個菱角 ，of course 有月餅，有桂子、菱角。兩叫骨骼啦，唔是叫菱角本啊，叫骨骼本。然後有好似種種做自家鐵頭嘅啲絲格嘅powder。上海哦，對，你上海係咪海棠粉 ？Yes， 海棠粉，加是你意，加是你意見，對。意見嚇，對。啲行業麼？意見啊，拜鬼娘嘅。我唔知，我未記啊！我講特別拜，所以你拜鬼娘時，你是尋下啲鬼餅，係咪菱角，係咪桂子，係咪特別尋嗰嘅係？一啲意見。哦。Yes， แล้วก็有迄個海棠粉哦，海棠粉是一盒爾，幾那嚇，幾那鏡咧。然後 OK， 我做細漢，鏡是 normal size 啊，5 inch 可能咯。講種 TA 啊 ，TA。哦 ，TA 開壓可以徛掉嘅，嚇。Yes，一嚟啦。鏡別使試解。嚇，一個對愛用圓嘅，袂使用絲帶。然後行業我上去一個安尼款 ceremony 啦，然後古早是我嘅阿媽嘅厝 ，OK， when 交際 season 是咁樣真歡喜嘅，個 festival 咁了，參加月餅、月糕咁了嘛，對唔對？真歡喜嘅。然後古早做囡仔嘅是4、5年級，可能是，然後我嘅媽嘅厝。就是有阿姑啦，真係姑嘅嘛。然後阿姑就是有真係 cousin brother、cousin sister 啦。然後喺厝有4樓 ，OK， 有4層樓。頭一樓、下骹一樓是 office， 第2樓就是廳啦、餐房間啦。然後第3樓房間加了啦。然後第4樓就是 rooftop。rooftop 咧是家己 extend 一間房間間，互我第5個姑大。So because of 伊無夠end過嘅，會錯冇，所以家己是人大頭頂嘅。然後我人拜月娘嘅時呢，本是啲頭頂拜嘅。誒，按照講咧，唔過是店厝嚟嘛 ，shop lot 嚟嘛，所以個好是排拜人講嘅，就去頭頂拜。然後咁樣冇去拜咯，拜好咧，咁大人就走到去下講話咯。春我人見啦，啲頭頂位咯，佢拿 can 上個人 brother 嗰啲。然後有一個cousin sister 伊手節 ，alright， 伊去剃頭係海棠粉。OK， 伊去開，然後你知啦，見啦，就是自家咪個，幫到邊個學阿莊冇自家剃頭啦，伊都是驚亂嘅啦。你真明白哇，真了解哇，夠驚嘛，對唔對？夠驚，哇，夠 perfect 啦嘛，對唔對？對，哇。
話紅音超論盡，行架樓頭家。哦，死破去，解啦。Yes，然後別去了，不要緊，嗰啲人冇病呢咯，叫阿媽咪啊嘛。然後安做，然後người大人個冇起來，我講有過啦，你啲病有大細漢嘅了誒。然後迄小妹妹即係可能是說冇去講，哎呀不要緊，入去啦，阿媽唔知嘅，不要緊，咱人視為嘛。OK，一哭落去啊，一看到迄個驚嘅時，一噴就對出來。喲，走！佢係咪數？安做隻狗喺那邊呢？喲，就是迄隻唔是狗嚟，是 fox 嚟。喲，嚇！我安做就係講是 fox 咧，一看到迄隻講伊是狗咧，然後我第一大 cousin brother 成日睇伊個十幾歲咧，伊係把最情嘅啦，然後伊就走去看，講對大啦，大咧，嚇第大大佬啊！咧我去看，伊講冇物件喎，伊講你不要，你講咪走搞來看，你咪是說講話，咪嚇到我其他人，唯一一隻人看到，唔過一面個塗掉迄個海棠粉，一看迄玻璃鏡厝嘅時，迄厝嘅一看到，有影是一隻狗面，白色嘅狗面喺內邊，伊唔知講係咪是 fox 嘛？你講嗰是狗，然後 OK 咯，咪見到條命咯，對到是條命咧嘛，所以我諗刷啦冇數啦。然後第二次就是接唔去第二次。你個一兩邊都個幾歲嘅還是？係4個年級啦呢。OK， 4個年級我會記嚇。然後應該是都到8禮拜，為了個數。然後我諗我hide and seek。OK， 然後。我就講住4樓嘅嘛，然後我冇通醫到 office 第1樓嘅第2樓，我 only place 我通醫嘅是第3樓嘅第4樓呢。然後我就去醫咯 ，OK， 這是到電話嘅事啦。然後在古早嘅人暑假話嗰啲 nuts 做豆水，是唔是用好似種我哋椒嘅呢播啊，落地椒呢加。然後下落地就一圓嘅一大地，一個細地，所以這個物件是真重。伊無講只大 size 啦，伊成個一個 pillow size 啊，伊是 mini 嘅 size，我買，所以伊無必用咧放喺頭頂位。然後我諗我佢那間冇伊係時咯，出去邊咯，間啊唯一我就 stupid 咧，佢走到對佢頭頂位邊 ，OK， 然後佢頭頂有淨化有薄嘅。加一波，然後我細漢，然後細隻嘛，看了無別啲咧flower pot 邊看無到咯。然後呢邊別掉嘅時講，只那個種鳥誒，看到一杯，然後唔係出小意，呢邊看4樓，我冇去想，就講按照講可能是隔壁嘅4樓跳過來，我諗冇，我冇去出小，然後單都冇人。這是要 come to 頂嘅第4樓。還是開露天？陽光呢？哦，所以冇變啦。露天呢，有一格是露天呢。OK。冇有fence 起來呢 ，fence 起來呢。特別是通風啊。風只大。咧，看，แล้ว按照無人嚟隨我嘅，แล้ว紅險行過迄個腳墩嘅時，講迄個磨嘅時，按照嗰個物件會輕嘅，有哦。你播下物件，不過咧，安尼，那當嘅一start播了啊。哈，喲，一start播一格啦，แล้ว我就看了，還沒來，แล้ว紅音看者，按照但係我看到嘅鳥尾，是條尾爾嘅喎，無身軀嘅喎，แล้ว就驚者紅音。remind 到講我，昨暝伊人講嘅物件，到底是係咩嚟？是幾animal 嘅數嗰時係物件啊？但是我唔未曉講。你上嗰陣係隻狗啦，你睇隻狗。我แล้ว我撞嗰隻一人家己講嗰隻走落去卡，你睇人話你講，哈，你輸啦！我教我嘅 brother 講，頭頂有嘢有物件喎，有嘢有物件啦，有嘢咩都騙我嘅。你一頭有無幾嘢啦，然後 OK 3樓爬去4樓嘅時，一樓梯下去嘅嘛，對唔對？所以人嘅頭會慢慢起到伊嘅第4樓嘅
floor level 嘛。你把照就看到啦，你把照就很開。對，看到佢哋 level 啦，佢頭看咯。哇，唔係看過無不要緊啊。佢 M 嘅時，我頭頭時間你講是經旁邊驚，我顧到。對因為無看冇嘢嘛。有一個大波，喺一邊，有呢是狐狸一邊企喺一邊。看到我人衝落去，我人甲那人轉，然後我大哥靠背。所以你佢是伊是徛掉，還是甲那人看到？特別伊是徛咧河裡，人是徛掉，特別唔是你個句啦。徛掉，唔是我句啦，我無啲。然後後尾是，特別是人先，特別河裡頭啊，人先河裡頭，然後我媽同有罵我人啦，講買是想講話，然後我有一暝是我人就聽到我金啲邊刀，伊講伊。下晡時去拍衫，早起時去拍衫嘅時，伊本有去注意到了嘅。然後聽講我故事嗰陣時是吹背到雜某，然後有去拜下啲物件。你唔知是咩帶河裡錢嘅什麼對嚟？對，伊河裡之後，伊唔是白色嘅邊嚟啦。唔知我看到嘅唔是白色嘅邊，伊頭中吼有一條痕黑色痕嘅。一頭 from 伊嘅按怎講？伊把酒嘅中start 起一條痕去後背。你看呢？這是伊白毛邊對伊好似皮坑下邊。當皮坑侵入去位，下邊起就就起個去後背去。對，一條痕起去嘅。然後伊看我人嘅時，我人看伊嘅時，伊是呢有一種嘅。我咧按照紅音嘅小氣咧嚇毛毛菇，你就去。等唔知就甲我講7月半，7月半咧8月半，然後你想咧8月半是冇告訴講啦，是講。只不過7月半8月餅，沙拉對唔對？7月半冇8月餅嘛，對。冇8月餅嘅啦，同今提示我，係咪提示我不啦？就是已經research嘅數數樣換了嘛，7月半冇8冇過啦，8月餅了。有咩？我就就是有隻表，我就是有隻表，教我講喎，就是有隻表。南西被開唔到咪？我特別嘅開唔到咪？是我就只有隻表教我講喎。你講我講7月半教喎，5月邊啊？你講日禮班落邊嗎？我是咩？我等陣定住兩講起嘅時，就做到上起之類。一個8月半浪拜迄個海棠粉，我未看別人一人厝有拜海棠粉嘅款呢？無啊，阿姐有頭啊，阿涵。海棠粉是唔是迄個像咧古早嘅人嘅 make up 嚟哦？對，有隻長山查某，像上海嘅查某嚟邊嘅嚇。我愛買嚟款又真貴啊，就對 online 買。你去馬來西亞買啊朋友嚇？是啊，馬來西亞有買過。我看到一特別去買迄個咩，成個都買咧，買香粉藥是唔是？係咪粉？叫咩粉？香粉藥叫香粉藥。香粉啊？香粉。一隻試試格嘅。因為湖南真骨嘅，對。真好用嘅。我媽特別用嘅。我買嗰啲係用。哦呀，你買嗰啲用咗個啊？炒米粉。我買嗰啲。菜椒麻粉ทำ嚟啊？菜椒麻粉ทำ嚇？係咪粉？唔是叫零粉咩？菜椒麻粉啊？豆嘅你講咩粉？因為零粉，唔是零嘅咩意？我唔是不打sejuk，即唔是不打sejuk。係不打sejuk，伊人講咩是 make up？等我隨看，我隨看，啷看到即，哎呀，我不要跑啊！海棠粉。阿 John，一開出來，
一開出來，伊入邊有隻煙油紙包掉成嘅。對，嗱，我除掉，我除掉。伊 square 嘛，伊嘢吧。嗱，我講大陸咧嚇，叫佢猜點啊？哎呦，是，這是 Shopee 喎。Shopee。有流攤俾。我咪是看住 Shopee。我有當時是去到啲迄個賣迄個成個講你賣迄個。哇！你貴啊！就是我做你貴嚇，就是咯，我看 online 是真貴咯。迄個名。就 Rasta 俾有攤俾。啊？我錄起你當時賣迄個菜。板山對，板山上個樣賣，有咧賣咧店巴賣咧賣白白毛啊，迄個當時有賣。對，係咧零零冷冷嘅 store 嚟嘅。John 白椒嘅喂，白椒嘅喂，一包白椒嘅喂。真好用嘅，有影係真好用嘅。香店應該有嘅香店。香店對，香店。所以賣香賣咧金磚啊，可能會。金磚。白杜蘭就講會啦，佢借嚟俾人講。我講一擺做咩事愛擺海棠粉？係啦，做咩事要擺？我諗唔擺。I think 可以攰鳥薄款白白呢。半嘅鋪畫咧，點解咁集中型？查波線啦，開查波線呢？有係開查波線。你啱啱都 BB cream 嚟。BB cream CC cream。講學性嚇，但是我做線嘅時嚇，我咩海棠粉，我愛 Mac 嘅啊，我必須要嘅事。對，我嘅眼光時，我唔愛海棠，我愛 BB cream 加你 primer 加你 Sephora 海棠粉啊。就是成日諗住俾嘅 mineral powder，你看到就我是介我朋友講啦，這裡是 Chinese ancient secret mineral powder。是 rice powder 嚟。對。It is rice powder，yeah， it is rice powder。我頂到是做咩事？我嘅嚟播什麼？我播是要做調酒班嘛，我就係見做調酒班，所以我就嘅規地啦，個好我變白，然後佢，然後我嘅我係只係播係你播即係一邊嘅硬嘅。嗰啲叫咩啊 ？Rouge 係你 blush 呢？我度加啲 blush 嚟畫啲硬嘅位咯，所以我度畫調酒班嘅時，我是個結畫，我係你，我所白嘅我是嘅嚟講是蝦到我嘛，我佢知道個白啊嘛夾住嚟。有時。佢觀察人之時嚟抓啊！哦，那個有全嘅，那硬裝嘅。但仲有一個就是嗰個白面啊，另外一下面嘅。我你講白嘅咩？會掛你追婚。係咪婚？哦，追婚，這是不打sejuk啦，追婚是。接嘢啊，嚟搞煮嘢啊。嚇，對，不打sejuk，對，一罐咧，接嘅呢，嚇。嚇，咩數？你邊度擺？你使擺追婚冇啊？你冇咧海棠粉。本使擺追婚。actually 海棠粉因為有阿毛喎嚇，所以先講那個阿毛赤，人講海棠粉有冇呢 ？Rice powder 啦。Rice powder cake 啊 ？It's called rice powder pancake. Oh, rice powder pancake. Oh. Because its style is pancake style, but it's made with rice powder. That's why you base pimples are made because it's rice powder. So you. 美國一部你做你配 mat 一個骨呢很係，一 cover 你破嘛，冚你磨坑。哇！你成日鬼告訴咩講個水嘢咯嘛，鬼本來水啊，阿恆啊，阿恆。你話個海棠粉，愛擺海棠粉嗎？唔係擺 Mac。我愛 Mac。有 market 嗬，或者你話一當叫 upgrade 你 Sephora sponsor 啦，俾佢直播時啊，我哋會去擺嘢，你 Mac 你包得啊 ，compact promo 俾佢10個，你great 鳥線會 Mac 嘅包得係咪幾號咯？佢講嘢 number，maybe 個係你啊，包得個係foundation 㗎。我教你愛 reset 愛 reset 㗎。對，就是我啦。毛毛咕嚕講了未？講了了。感謝。但我個住，即係，哎呦！阿 John， 你陣間那下卡有 view 啊？我冇。冇看到伊。
哦，哈，對，我來請起來。伊愛起吧，佢叫我嘅手啊。你是我會我會講即係大皮康在前面講過嘛，所以特別人講唔了，咱點話正啊，所以你即係告訴講了是你個感覺到，把到對咧係佢只是個只告訴講，大皮康。如果把你告訴我啊，對啦，即係如果想你爸告訴我都冇聽到㗎。我爸告訴啊，我講啲係 next episode 啦。對，你 next episode 是對嚟講你爸告訴，然後我飛過已經already有點聲咗，我飛過是飛過幾號啊？定住我講，等我去看咪。就到畫到啫，I mean 是唔是8月中啦嚇？當我看8月嘅錄音是8月13先是，唔是喎，Eastern 唔是13咩？你唔是對呀咩 ？No， 唔是9月，8月。哦，8月13號對，8月13號。Next recording 是8月30號 ，OK。8月30號你會記收到你知8月13號，即係特別強，所以你個到真嚟講你快告訴，然後個別人有故意告訴咩事，到真人講我可能直接落了呢，是啷就要去做咩？放曬，對，放曬，對，搞個事，唔係得咯，規矩放曬，直接放到嘛。你有 input 同 output。對 ，OK， 感謝各位聽眾感謝人收聽我人這個禮拜嘅幾個故事啦，真歡喜呢，你人都對來本來福建嘅episode， 教我人等陣啊，等下試我別講咩 ，sorry， 冇我哋話咗嘅。到 crowning 啊 ，OK， แล้วมันก็งาน正式อะไรไปแล้วก็เลยใจเก่งกว่า OK ลองเราสิ有興趣聽有興趣ไป講幾個數量使到對嚟八刀嘅時落音嘅時8月13號嘅時使到對嚟教人講幾個數特別報名講幾個數 OK， 這邊講嘅正式，感謝及考試人，感謝你邊嘅人。Google Meet 嘅人個，哇百幾個人啊，特啲 Clubhouse 嘅人接禮櫃人，百幾人，今次下禮拜再見，拜拜，再見，拜拜。